上一集阿樂走嚟成個大峽谷，千辛萬苦，終於幫女神揾翻部電話啦，仲喺女神心目中加咗唔少分添啊！小黃山嘅風景真係靚啦，呢度啲路仲好好行添。其實南嶺國家森林公園係廣東省最大嘅自然保護區，呢度有好多珍貴嘅動植物，好似我哋身處緊嘅小黃山，位於海拔1600米，呢度仲係世界上最大片廣東松原始森林嚟㗎。喂，不如我哋今晚早啲食飯咯，我已經肚餓啦。阿婆啊，你肚餓啊？我特登帶咗啲金磚酥嚟俾你食啊！金磚酥，你點知我中意食㗎？都識咗咁耐咯，平時有留意你咪知咯。咁好嘅你。今次咧，我哋就入住另外一間溫泉酒店。呢度除咗一樣可以嘆住好靚嘅風景浸溫泉之外，呢度嘅建築仲好有特色添。我哋今次住呢間酒店主打養生溫泉，呢度有幾種唔同嘅中藥池，好似有瑤藥、艾藥、靈芝等等嘅中藥材，喺度浸溫泉唔單止舒服，仲有唔同嘅功效添。頭先阿林咪話呢間酒店嘅設計好特別嘅，我頭先行咗一個圈㗎啦，發現呢度用咗4合院形式去設計，無論喺走廊定房間，周圍嘅佈置同擺設都充滿住中國風。我仲留意到，原來每間房裡面都有自己獨立嘅溫泉，咁大家今晚可以盡情去浸啦。阿林睇見人哋出雙入對，自己仲係一支公，點算好？下一集繼續韶關旅遊講呢啲。